恭守上帝的话，咱来读圣经，士师记第2章第7到第10节。请约书亚伫第的日，甲约书亚死了后，遐会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了伫地的时，百姓服侍耶和华，耶和华的奴仆论的囝约书亚110岁就死。因就埋葬伊伫伊的业的界内，就是伫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伫加瑟山的北西。迄代的人拢倒走，以后搁一代的人兴起，毋知耶和华，也毋知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下面要请李牧师为咱分享的题目是：信仰毋若是传承，更爱有经历。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是这个圣经学院纪念主任学院派我来到后埔教会来分享上帝话语那请大家会当继续关心圣经学院我有圣经学院改型了后我有去过2-3遍遐环境愈来愈好院长伫迄个所在嘛真认真所以邀请兄弟姊妹若是去升职的时阵会当去圣经学院迄个所在行的圣经学院这个是嘛有真侪课程拢这个安排一寡课程互牧者也是兄弟姊妹会当伫遐透过2-3天会感觉上帝有亲近搁较认捌上帝好，但是咱先来祈祷，主要说，阮感谢你，今仔日是你所定着的日子，互阮会当有一个欢喜的心、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这个时阵，我们要伫你的话语来学习，来追求上帝你的心意，恳求你的信心，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语，真侪阮信仰的帮助，互讲的甲听的，拢有上帝你的祝福。安尼祈祷，拢上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信仰毋若是传承搁较爱有这个经历伫教会内底我常常听到这个长辈因在分享讲因的这个孙大汉了后愈来愈无介意来到教会内底做礼拜甚至有的这个囝儿的开始工课了后咧，教会就诚做因有嘛好有也好，无也好的这个选择的其中之一，甚至有的这个囝孙咧离开故乡去外地这个工课读书会有真大的这个可能性都离开这个信仰我毋知咱在座的兄弟姊妹是毋是嘛有即款的这个烦恼咧？我的囝、我的孙是安怎拢无来到教会内底来做礼拜特别伫咱的长老教会内底我常常听到这个长辈牧师因拢讲长老教会有一句话安尼讲讲啥物？这个咱的信仰是啥物？一代兴，二代盛。3代无名，4代你请我无用，5代咧就神明满厝经啦我毋知大家是毋是有即款的经历咧也是咱的家庭这个时阵拄在发生即款的代志这是在教会内底常常听到这个长辈牧师因在讲的，总是即句话互咱知影讲信仰要传承真正有一块困难，所以到底出了什么款的问题呢？所以大先，咱需要知影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信仰，伊毋是靠着传承来的，信仰伊需要靠咱家己有亲身的这个经历。这句话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兄弟姊妹，咱互咱的囝儿，然后咱的后一代。伫信仰顶面经历着什么？所以我要讲的是信仰要经历信仰，毋是咱所讲的复制贴上
信用经历信用，毋是靠复制贴上。我常常听到这个长辈因在分享因的信用的时阵，哇，真侪见证。因在分享讲上帝安怎帮助因在生活的困境内底，如何经历到这个信用的这个救赎、拯救，上帝安怎帮助因。我听到真侪长辈因在分享信用的时阵，哇，真侪见证，总是因足期待因生命内底这款见证，会当安怎复制贴上伫个后一代。因就讲哇，我是安尼经历信用的，所以我后一代嘛必须爱安尼经历信用。总是兄弟姊妹，咱知影，如果信用是靠着这个复制贴上的时阵，真侪的时阵，真有可能家庭内底的人，因自然就会失去敲找这个信用的这个动机。今仔日经文吼，咱来看今仔日经文，这个经文甲咱讲吼。约书亚在世，甲约书亚死了后，遐个见遐个看到耶和华替这个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代志的长老，搁伫的时阵哦，百姓拢安怎侍奉耶和华？总是经文写到最后第10节的时阵，讲到啥物？后来有别个世代兴起来，因毋知耶和华，因嘛毋知耶和华替以色列人所做代志。兄弟姊妹，如果透过今仔日这个经文吼，信用如果要传承给后一代哦，后一代若是咧信用这个所在离开信用，也是信用行偏啊，是虾米人的责任呢？如果照着史书记吼的这个脉络来看哦，后一代因的信用行偏啊，也是也是对这个信用是无热情的，是顶一代责任。是老爸老母的责任咯。但是兄弟姊妹，咱搁继续读今仔日经文，咱看第7节甲第10节就好啊。我一直咧看这个经文，虽然后一代信用行偏离，是顶一代爱负起的责任，但是这个经文搁讲到一个搁较趣味的代志哦。哦，这个经文讲啥物？这个经文第一个哦，这个经文在第10节讲安怎？有别个世代。后来有别的世代，后来有别个世代兴起来。圣经无特别强调，这个后一代就是约书亚的后一代，无哦。圣经伊无讲约书亚的后一代，伊是讲安怎讲？后来有别个世代兴起来，真有可能是约书亚的后一代、后一代、后一代啊！这个人。上帝嘛安怎？上帝嘛的确针对后来的世代离开上帝，上帝嘛生气哦。但是上帝并无讲，伫今仔日经文并无讲，约书亚后一代因信用行偏离，是约书亚责任，是顶一代责任，无哦。圣经并无安尼讲哦。圣经是针对因这个时代、这个世代。因的信用行偏离，上帝对因生气。圣经嘛，甲咱讲啊，这个后一代、后一代，别个世代兴起，因毋知耶和华，因嘛毋知耶和华替以色列人所做的代志。这个意思是啥物？这个意思就是讲，这后一代因虽然兴起来，但是因并无在信用内底经历着信用，因无看过耶和华。替以色列人所做的代志，意思是啥物？这个信用毋是第一手的信用，因真有可能，这后一代哦，因真有可能知影规个信用的历史。这个后一代，因真有可能知影耶和华上帝安怎帮助因的祖先在旷野的时阵，安怎帮助因。这后一代嘛知影规个信用的历史。因为祖先在埃及的时阵，上帝安怎帮助因会当出埃及？这后一代一定嘛知影，耶和华上帝安怎帮助因的祖先会当进入到这个迦南地，总是因并无伫这个信用顶面有任何的经历。因知影这个信用，但是因并无经历这个信用。因为因毋知影耶和华，因为因嘛毋知影耶和华替以色列人所做的代志，所以因选择会当看到外邦人的偶像，
所以兄弟姊妹，既然咱知影信仰传承的重要性，但是这个传承哦，毋那是甲信仰的这个重要性，甲后一代讲尔，搁较重要的是，爱帮赞后一代，真实的去经历着这个信仰所带来的好。上帝替咱这代备办的信仰道路，甲后一代要行的信仰道路是完全是无同款的。所以信仰经历信仰，毋是透过复制贴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世代，上帝要互因所经历的信仰，拢是无同款的。今仔日，我要对这个圣经内底的一个人物雅各，这个雅各以及甲我家己的信仰的经历，我要甲大家来分享。信仰毋那是传承尔，信仰是爱帮助咱的囝儿后一代去经历着上帝。雅各咱知影，吼，伊是这个以撒的囝。伊是这个阿伯拉罕家族的第三代。这个人呢，咱知影，这个人伊的名的意思就是掠，一直在掠，一直在掠，一直在掠。雅各这个人的个性是啥物？这个做狡猾的，吼，善于权谋。伊想要得到的物件，伊绝对无放弃。所以造成伊的人生充满着掠，伊掠掉伊老母的心，伊掠掉大汉囝的命，伊掠掉什么？伊心爱的这个女主，伊嘛掠掉伊阿舅的财产，伊嘛掠掉伊的哥哥的这个人民的心。虽然这个雅各伊是阿伯拉罕家族的第三代，上帝非常疼这个家族哦。这一路拢有上帝的恩典，但是雅各的个性依然无改变，基督教信仰已经传承到第三代啊，都是雅各这一代。伫成长的过程内底，我相信伊常常听伊阿公咧讲，我相信嘛常常咧听伊爸爸咧讲，上帝安怎带领伊的家族。我相信雅各常常听伊阿公讲哦啊，我过去哦做过一个歹的代志，无好的代志，就是吼。上帝甲我带到埃及的时阵吼，我要叫恁阿嬷讲吼，伫埃及迄个所在，毋通讲你是我的太太哦，袂当安尼讲哦，讲你爱讲啥物，你是我的啥物小妹啦。我相信雅各常常听伊阿公讲即件代志，讲伊过去做过啥物无好的代志。我相信雅各嘛常常听着伊的爸爸讲，我细汉的时阵吼，差一点仔吼要献祭呢，但是迄个时阵安怎？上帝帮助我，天使肯定你的阿公讲，阿公真正是疼上帝，所以留我的命。雅各拢知影规个家族的信仰的历史，但是兄弟姊妹，这个信仰有传承到雅各无？有哦，有传承到第三代哦。总是雅各有经历这个信仰无？并无哦。伊知影这个信仰，伊知影耶和华上帝。但是，伊阁欠缺一个，就是经历这个信仰的好。我家己的信仰的过程是安尼，吼，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我对细汉礼拜日我就必须爱去主日学。当我吼，若是要约我出去佚佗吼，若是拄着礼拜日的这个主日的时间，一定是袂当去的。补习班吼，礼拜日吼，如果爱这个上课吼，我嘛袂当去。